我今天就要死了，至少我要知道他是谁。Mark，这样可以了吗？王八蛋！打人了！他就是不是。不会，我跟嘉玲什么事都没有发生。关你屁事！你谁啊？I'm Mark。啊，你嘛大汉呐，家己嘛爱会晓看，会晓想。后一个迄咸鱼啊，已经臭酸去啊！你鼻仔臭酸，你搁甲食落。后摆吼，爱学较巧，唔好叫你食啥，你就食啥。走，这下讲遐请长的药单啦。哦，跳跳阿玲啊食。我先试一下啊，无问题叫阿玲啉嘛。阿文，你讲是家蛇软较太高，还是恁日本阿姨专工寄来的鱼啊？会有问题？你讲，阿文你讲啊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想分手。